18岁的时间哈，高中。对哈，希望我台湾各位同學，19章愛公文法，可為一言學，空自慧外，積極圖惡，一言學，一惡學。主必一品分學，大家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，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主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咁先啦，其實第一冊我哋第開始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接下來我哋就開始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但是他就顯示說，等一下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愛公文法，何為一品學？空自對外，積極圖惡，一品學。積惡圖主必，一品不學。但是呢，我們現在都很好。
哪里没？哦，你练好了，你看，不会ขาดมากเลยตัดซ้ายยกขวายืนนะยกขวาแล้วยกขวาชิมมาเขาคุยเชิงขวาอ๋อรับขวาถ้าเป็นชิม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ดูตาขวา
些什么遗憾？还有我的家里人，我说的是两个家的父母，现在父母，还是很多感因为不改变，还是权利的问题。而且这里，而且有这个污点，这是影响，而且它不均匀。